Podcast 的节目即马是长时行，彰化县有一个行善团的协会，就来规划老城角的时代记忆，邀请在地青年参时代，做伙用台语来录节目，听老一辈来讲因早年生活的艰酸苦涩。阿公阿嬷话玲珑，哦，你会讲爽啦，唔敢像查囡仔讲话，人情世事拢会通。有想要看到明仔载就搁出起来咯。社区时代透过 Podcast 节目来开讲，用台语讲出因过生活的艰酸苦涩，有做田人的辛苦，搁有不三时碗旁咧，都爱去米空袭警报的生活。咧战争的时阵呐，咧走火轮机来啦，一块碗旁咧哦，大人直直走哦，囡仔嘛倒咧直直走，拿走拿哭拿咧食。较早足艰苦的啊，无人食，搁无人行，就去捡番薯啦。彰化县好德做工行善团协会发起老城角的时代记忆中辈 Podcast 计划，培训少年辈，佮有社区志工组成团队，参福兴乡秀厝社区，佮有挂中社区合作，协助社区时代录 Podcast， 和时代分享家己的人生故事。在阿姆阿伯大家做伙来开讲，咱的生活过程哦，较早甲即马是差真济吼，所以讲哦，较早来讲有通做，就无通食吼，来讲有一顿无两顿，伫即个过程当中，阿姆阿伯来讲着较早吼，会使讲吼安尼津津乐道啦。团队将时段录的节目传去网络，收到不少网友的批，民众对战争时代保残的生活，拢感觉真好闲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 Podcast 计划，保存时代用生命行过的人生故事，嘛互少年辈有机会用母语了解顶一年的生活模样。记者杨淑成，中华报道。